咱继续要来看的是台海的局势紧张，全世界拢真关心。经济部的处长陈正奇接受到英国第一大报的专访，讲中国为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任了后，对台湾的威胁是文的、武的、软的、硬的拢总来，而且这个力头是一天比一天较大力。陈正奇讲，咱台湾已经为稳重也未展现的冲突做好准备，包括粮食、包括能源等等的关键物资，拢有充足的储备。中国对台文攻武吓压力是愈来愈大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伫7日报道讲，咱国经济部处长陈正奇伫访问中表示讲，台湾已经为潜在冲突做好准备。处長伫接受路透社專訪時，冇同款的講法。We have a system. We do inventory every month. We want to ensure we have a certain period of a stockpile in Taiwan, including food, including critical supply, minerals, chemicals, and energy, of course. 《泰晤士報》寫講，為2016年以來，台灣一直承受來自北京當局的壓力。今年8月，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了後，中國解放軍威脅的力頭更加強，進行圍台軍演，發射真濟飛彈。外界看來，台海隨時發生衝突。陳正奇處長表示講，過去2年來受到疫情影響，欠物資的速度有較慢，不過這幾個月已經有回升啊。Most energy companies, including Taiwan Power and CPC, are state-owned enterprises, so they will do beyond what the law requires. So we remain very comfortable with respect to these possible energy security issues. 是講需要欠偌濟物資，才會當北京封鎖還是攻擊？陳正奇並無講。